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我的心啊，你爱保罗耶和华，紧啊伫我内面的，也爱保罗伊的性命。我的心啊，你爱保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孽，医治你拢总的疾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。伊用美米，互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互你返倒少年，亲像鹰鸟。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第1节到第5节。我的心啊，你爱保罗耶和华，紧啊伫我内面的，也爱保罗伊的性命。我的心啊，你爱保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孽，医治你拢总的疾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。伊用美米，互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互你返倒少年，亲像鹰鸟。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第1节到第5节。旧约圣经诗篇103篇，毋知影讲伫历代中间已经安慰偌济人的心吗？毋知影启发了偌济人体会神的恩典甲慈爱。为什么这篇诗篇会写得这样好呢？咱这一步研究，就知影讲作者写这首诗有遵照一段真实美好背景。知影作诗的人捌无入捌真神，破过重病，甚至生命的存留呢受到威胁。后来望真神的拯救甲医治，得享平安，心被因感，对心灵的深处发出懊恼甲感谢的诗歌。伫每一位受大苦难的圣徒望拯救了后，伫心灵深处拢有同款的感谢甲懊恼。不过，无拢会当借着文笔，甲因的心情述说出来。大卫诗正是代表着受过痛苦操练的圣徒所写作甲懊恼的诗歌。所以，既然受过苦的基督徒，或者是正伫咧受苦的人，拢通好借着这篇心灵的诗篇，来得到对神来的信心、祈祷、安慰、感恩、懊恼，甲得享心灵的喜乐。大卫的话，正是咱世间人心中想要向神感恩懊恼的话。所以大卫一唱，咱就好；大卫一讲，咱就做伙讲阿们。我的心啊，你爱保罗耶和华，紧啊伫我内面的，也爱保罗伊的性命。我的心啊，你爱保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孽，医治你拢总的疾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。伊用美米，互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互你返倒少年，亲像鹰鸟。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第1节
到第5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